心想事成第6條法則：相信所崇拜的偶像，唔好輕易咁否定所崇拜嘅偶像啊，因為呢個都係激發潛意識嘅一種有效方法。帕拉塞爾蘇斯係帕塞爾大學嘅化學教授，而且被公認為世界第一流嘅煉金術師。佢曾經講過，不論你所信仰的偶像是對或不對，你所獲得的效果都是一樣的。譬如我本來應該信仰聖彼得本人，可是我卻崇拜他的雕像，但結果從聖彼得那裏所獲得的利益卻是相同的。也許這些都是迷信，可是不管信仰是不是迷信，往往會產生奇蹟。無論你相信真的或是錯的，信仰隨時會產生奇蹟。佢所講嘅說話喺今日睇嚟都係不可推翻嘅真理。佢生存嘅時代係宗教改革嘅時代，當時世人認為似羅馬天主教咁樣崇拜聖母瑪利亞嘅聖像只是崇拜偶像，而加以否定。好多人都相信新教，但係令人感到很諷刺嘅係，天主教嘅信徒奇蹟即係神蹟出現嘅比例比較高，但係呢一種並唔代表天主教嘅教義先係真理，而新教嘅教義係錯嘅。但係有好多人認為崇拜聖像瑪利亞比較能感受信仰嘅氣氛，呢個都係唔可以爭議嘅事實。只要有堅定嘅信心，就會出現奇蹟。由此睇嚟，天主教出現奇蹟嘅比例較高，都係理所當然嘅。但出現奇蹟性靈驗嘅原因，絕唔係信仰比較高級，或者信仰比較合理，或者具有學術性意義，而係信心堅定，激發咗潛意識所造成嘅結果。如果聖母瑪利亞嘅肖像對於奇蹟出現有好大嘅幫助，咁將佢當成聖母現身都冇所謂，反正結果都係一樣。圓夢小語，我有正當的信仰，信仰產生奇蹟。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記得返嚟留言俾我，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